大家好啊，我係阿敏。今日我哋做芝麻脆底小麵包，屋企人非常鍾意，要求日日都做。具體嘅食材同用量可打開標題下方嘅說明區查看。下邊等我哋開始做啦。盤嗰度放入白糖、溫水或者係溫嘅牛奶。低濃度嘅糖同埋溫水呢，可以幫助酵母快速恢復活性嘅，將佢攪勻，俾嗰啲糖融化，倒入乾酵母，攪勻。靜置5分鐘之後，水面呢就會出現泡沫啦，就倒入中筋麵粉，邊倒邊攪。將啲鹽放喺個麵粉裡面，呢個時候呢唔好落手去攪喎，如果啲手碰到嗰啲黏糊嘅麵糊呢，就會黐住你嘅手指，唔好操作啦。要先用筷子嚟攪拌，直到盤裡面冇明顯嘅乾粉，呈現雪花片狀，再用手將小麵片壓到一起，揉成麵團。直到睇唔到乾麵粉呢，就冚好，靜置15分鐘，再返嚟啊。麵團經過鬆弛，變得柔軟，將軟化嘅黃油放喺麵團裡面，摺疊麵團。過程中黃油會融化，麵團呢變得黏糊，唔使擔心，繼續揉搓。大概5分鐘之後，你就會得到一個光滑柔軟嘅麵團啦。冚好，放喺溫暖嘅地方，等佢發到2倍大。麵團快好嘅時候，我哋將啲黃油切成細塊，放喺油紙上邊，手指掂啲麵粉喺個麵團度篤個窿。如果唔回縮呢，就講明發酵完成啦。案板上放啲乾麵粉，將個麵團排氣，分成8等份，取一塊搓成小麵團，按順序排好。原因係因為麵團經過揉搓呢，啲麵筋呢又上嚟啦。要係啲麵筋放鬆，下面呢先容易碌開嗰啲麵片嘅。除咗第一個，兩面都黏啲麵粉，將佢碌成長條。記得要黏多啲麵粉啊！如果咪就好似我咁樣會黐住個擀麵棍㗎。捲起。尾部呢要壓薄啲先至好黏埋一齊嘅，亦都可以擀到尾部嘅時候用力擀2下，咁樣子全部做好，又取出第一個光滑面向下邊。嗱，呢度又係太少麵粉啦，所以又黐住個擀麵棍啦。擀薄再捲起，呢個係白糖同埋芝麻各2個茶匙。將小麵團切斷，整形底部，黐上啲芝麻。就放喺小黃油塊上面啦，全部做好之後鬆弛約莫40分鐘，我哋再返嚟啊。小麵團長大啦，烤箱要190度預熱，搽上啲全蛋液，
去焗佢12分鐘，出爐啦，表面光澤油亮，係咪好似兩朵花生埋一齊呢？放涼之後，底部酥脆，麵包鬆軟。而且底部呢係唔黐手、唔油膩㗎，咬一口酥脆柔軟，夾住芝麻香，一下子就可以食到4個啊，根本停唔到落嚟啊！當早餐或者下午茶都非常適合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並撳埋個鐘仔啊！感謝觀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